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继续用以西结书咱无照着顺序来行咱只有伫以西结内底只有2讲，但是事实上伫以西结内底有真侪讲互人去思考的。以西结伊伫包括伫咱顶礼拜已经有讲到的，伊是伫亡国前后中间所发生的一个真重要的先知。伫即个时期有4个主要的先知即个亡国时期所宣讲的先知，毋是干那即4个尔，还佫有足侪。后壁咱的先知书内底，差不多大部分拢总是，但是即4个算是较主要、较重要的。差别伫对，毋是即4个较老毋是啦，是因为即4个所写出来的信息较侪啦。伊得到的启示较侪啦，伊讲的话较侪啦，所以伫迄个中间，有人当作伊是主要的先知。但是伫即4个先知内底，对一个上早，对一个有啥物款特别的身份，我想这拢咱会当伫即个中间小可来看一下，是安怎遮个先知会出现伫即个所在讲遮个话。伫即4个先知内底。有2个是贵族出身的，有2个是祭司出身的。但是做祭司的，伊的个性无一定适合做祭司。然后伊是迄个贵族的，伊反倒去做一个真特别的工作，去做先知。我想这对因性命的挑战是一个非常无共款的挑战。有人伫遮来形容即4个人，即4个人上介早时期上介早的是以赛亚。即个以赛亚，伊咧讲以赛亚书的时，以赛亚书拢读66章，伊咧讲以赛亚书的时，国家还未灭亡，国家还未灭亡，伊就开始咧讲爱说伊国家要灭亡啊！敢有人听伊的？无啦，若有人听就无叫先知啦，就是讲无人听的迄话，嘛叫做先知讲的话，敢听有？讲的话无人听，迄叫做先知讲的话；讲的话若有人听，迄叫做人的话。讲的这就是无人听，所以伊叫做先知。然后伫即个中间，以赛亚上早，伊是贵族，迄个是造谣。但以赛亚伊是一个诗人，所以伊伫迄个以赛亚书所写出来，气势磅礴。咱会当讲，即个先知所写出来的物件非常特别。然后有一个是伫王朝内底咧做官的，对一个做官的。做官的这先知内底有人做官的伫对做官伫波斯帝国做官，做本来的官，一个但以理。然后伫即中间，以西结就是咱今仔日所讲的，咱即个咱的主题，以西结书内底的即个先知。以西结进前，佫有一个是亚利米，因遮的人敢有互相熟悉，有的人有的人知影，甚至是写过去互相提醒，甚至是伫因人生内底，伊遐所讲的话是引用另外一个先知所讲的话来宣讲伊的信息。但是上帝爱以西结讲啥物？以西结伊甲其他的遮的先知有一个足大的不同，就是以西结伊家己本身是祭司。伊竞选做先知了后，伊是对着遮个灭亡的人做伙去互掠去巴比伦。所以即个以西结，即个先知，伊是甲遮个人民做伙，甲对一种的人民做伙，甲受苦的人民做伙，拢总去互掠去巴比伦。伫即款的情形内底，上帝爱以西结伫遮来讲啥物？伊伫遮第一个，上帝爱以西结。百姓讲良心的话，什么话叫做讲良心的话？因为迄当时有其他的先知，若是用咱圣经的立场，叫做假先知。伊伫遐讲起，甲遐百姓讲，毋免烦恼，因为听咱的耶和华上帝有听、有怜悯、有慈爱。所以虽然咱国家灭亡，然后咱去互掠来到遮，但是真紧的时间，咱就要倒去耶路撒冷。但是以西结。伊所得到的启示，上帝爱伊甲遮个百姓讲，
恁遮的百姓去互掠来到遮，爱70年，你才有机会回去。所以伫即个所在掠来到巴比伦，你爱安怎做？你爱去起厝，你爱去种菜，你爱去伫即个所在生根立地，你爱伫即个所在重新养饲你的囝儿，你爱伫即个所在伫巴比伦你所无介意的所在，爱重新去建立咱的信仰，爱重新去认捌咱的上帝，爱重新伫咱生命中间来悔改，转换过去咱所做的唔对，因为上帝的恩典无遮紧，就要甲咱带转去耶路撒冷。即款的话，对遮的百姓来讲，百姓无爱听。百姓爱听啥物？爱听讲啊，免烦恼，咱去互掠来到遮，你免烦恼，足紧就会当转去啊。因为北国以色列是安尼，但是因伫迄个中间，真紧就失去因的国家。然后上帝爱以色列伫遮来讲啥物？上帝爱以色列伫遮来指责百姓所做的唔对。今仔日是安怎会讲？是因为咱离开上帝，咱已经听到即个耶和华上帝的名，总是咱无真正对心来认捌。咱只有奉耶和华上帝来做咱的上帝，但是咱无遵行伊爱咱伫遮遵行的旨意。上帝爱以色列伫即个中间来讲啥？爱讲你爱伫即个中间。重新来起造，佮教育你的后一代，但是毋是照着即个所在所有的，是照着原来咱的信仰，照着原来咱的传统，照着咱原来所有的，你爱伫即个中间继续传承互你的后一代，总是嘛爱你的后一代会当伫即个所在安心立命。定根食，意思就是，该伫遮食头毛，爱伫遮食头毛；该伫遮生活的，爱甲遮的社会爱行做伙，爱互你的囡仔、你的孙仔伫即个中间，虽然徛伫遮，总是有缘有认捌耶和华上帝迄种的生活。然后，上帝爱以色列伫即个中间来讲啥物？爱听候上帝掠了应允。亲爱的姊，是安怎遮的百姓无法度听入去以色列伫遮所讲的话，因为遮的百姓心内已经有真侪物件伫伊的心内底，伊有伊家己的想法，伊有家己所爱，伊有伊家己所要上帝恳求的。真侪时，咱拢伫咱的信仰顶悬讲，你着爱信靠上帝，你所恳求的，上帝的确要听咱。但是其实，咱伫即个中间，咱袂记即一项，咱所求、咱所讨的，敢有合伫上帝的旨意？敢有合伫上帝所爱？咱是行伫伊所爱咱行的路吗？咱有顺探伫伊所爱咱顺探的面顶吗？有时咱看见咱家己的四周围，咱看见咱家己的环境，咱看见咱家己四周围咱的欠缺甲需要，咱有信仰会当向上帝来讨。有时啊，咱就亲像即个以色列百姓，上帝啊，你互阮的国家灭亡，你互阮掠来到巴比伦即个所在，请你会当行拯救，行怜悯，互阮遮的人会当早一日转去到阮出来耶路撒冷，即款的恳求敢好？真好啊！那我嘛爱。问题是出伫上帝，互因来到伫巴比伦，到底爱因学啥物款无？上帝爱因伫巴比伦内底重新去成就啥物款的物件？以色列百姓，假使若无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也是摒空家己内底所有的物件，因拢听袂去。所以以西结书11章19节，伊伫遮讲：我要互因有合一的心，
也要将新的灵放伫恁的内底，搁要对因的肉体中间拄条石头的心，想属于一个甚物款的心？肉心。什么叫做合一的心？伫即个中间，互人伫遐，毋是干那为着人家己的欠缺甲需要来向上帝来求讨。咱独独需要来合一，来向上帝求讨的是上帝啊！求你赏赐互阮即阵人有对你够额的信心，通三甲自责、三甲敬拜、三甲伫你的名内底来合一三听。但是三听毋是照着我所爱的来三听，我毋是去听我所爱的兄弟姊妹，我毋是去帮赞我所看重的兄弟姊妹，是伫迄个中间用上帝伊的标准来看待世间每一个需要甲欠缺人，是上帝的标准，毋是我的标准。然后伊阁讲，要将新的灵放伫迄内底，要用肉心来换迄个石头的心。咱每一个人伫咱生活顶悬，加减减，拢受到真济的重担。假使若阁流会出目屎，安尼算袂歹，因为你还阁有法度表达你心内迄款的苦叹。但是上惊的就是，当咱受到真济环境、真济压力、真济咱所拄着无法度改变的，伫咱的心内真侪咱的苦痛，互咱心内有话讲袂出，有目屎流袂出来。所以最后咱比较，互咱的生活就变做，咱无法度真做一个会当体会四周围环境的人，咱的心已经定起啊。咱惊受欺负，咱惊受迫害，咱用咱上界硬的一面来保护咱家己。咱尽量伊去互四周围的人所讲的一句话来刺插着咱的心。咱尽量伊伫咱甲人交陪过程的中间，一个小动作，就感觉伊咧看我袂起。咱尽量伊伫咱的生活顶悬，重新去看到讲啊，我足爱啥物货，我爱我一定爱掠，啊若无过去，我损失我大。咱的心无平安，咱的心，互咱无法度把握。就算讲咱双手已经掠有满满的富裕、满满的财富，但是咱的心要搁伫迄个中间，亲像天未饱的井，永远无法度伫迄个中间得到满足。有真济时，咱的行为所表现出来，是咱一个受伤的心。所以上帝伫即个中间讲。要伫因的肉体中拄起迄个石头的心，要重新甲伊换一个肉心，换即个肉心，互你去重新体会到稳定，互你重新看到世间的事，互你重新对即个社会、对即个世界有信心，以及有继续跑走落去的勇气。有真济时，人暗时困袂去，定定拢咧看电视。结果你所看的电视，拢是看到政论节目，好的拢唔看，水的拢唔看，记看的拢是批评的节目。久时间长落来了，逐项拢无学着，敢若学着会晓批评。亲爱的阿姐，假使咱的人生、咱的世间，所存落来拢只不过是批评，所存落来就是掠人的芳，所存落来就是用负面的来看咱的世界，咱要安怎会当看到世界的事？假使伫台湾，逐个人拢想要求进步，总是常常伫政党无共立场的中间，
无法度三甲来用疼台湾的心，互相来包容，互相来学习，互相来进步的时，无怪有人会怀疑台湾20几年无进步。迄句话我袂当赞同，但是迄句话我嘛真深的体会。咱拢真意爱咱的台湾会当哪来哪好，咱期待会当亲像先进的国家。 有好的法律，有好的标准，但是其中更较重要的嘛是，要有教条水准的公民，要有对政府有信心的人，要伫咱头前所要跑走的路站中间，会当看见迄款的未来，看见迄款的愿望，然后咱才有法度头前继续行。咱需要一个百姓来代替咱石头的心。 假使伫咱的内底是有一个百姓，就算讲是一个真毋捌的小小一蕊花，咸菜拢互咱看见上帝伫迄个中间的奇妙甲创造，拢互咱伫即个中间重新看见咱的愿望甲期待。亲爱的兄弟，有真侪人伫生活顶悬已经失去迄种的愿望甲期待。 有真侪人伫生活顶悬已经纯情像一只无法度逃走出即个古井底内底的一个落落的一只动物，想要爬袂出来，想要看袂远，因为咱去互即个环境束缚，咱去互即个环境绑掉的，咱无法度跳出咱现在所有一切的苦难。 你有感觉啊？伫咱身躯边，还阁有真侪人，虽然坐落来亲像定定咧冤家，但是事实上伫迄个中间，还阁真期待会当三千军成做一家人。咱常常伫一个家庭的中间，为着无应该冤家的物件在冤家。 咱常常伫咱的家庭中间，因为所讲出来的话伤着人的心。检菜咱拢会讲，我甲伊就已经接受啦。讲遮的物件无伤大雅，但是今仔日当一个心若是永重视，你讲的话拢袂伤着伊。但是当一个心已经亲像受伤、软只，无法度来支持继续行落的时， 你所讲的一句话，就互人伫迄个中间来断掉。咱要安怎伫咱所亲爱的人中间，重新去看到咱心内底迄个真？咱需要上帝帮咱将石心换做肉心，重新去体会，重新去读。咱要安怎伫人甲人的中间来看到迄种的好？人若去用拍鼓啊！ 拢唔相信人有好诶。若一只狗仔伫外口拢去用欺负久啊，去用拍久啊，伊看到人就惊。亲爱的兄弟，今仔日伫即个所在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咱所有诶人际关系，你伫台湾无法度共款的比。但是伫人甲人中间诶，人甲人中间，假使咱无法度重新用好用疼。 来三款爱时，年纪愈大，朋友愈少，行到尾啊，强要无人熟悉。有个人咸菜感觉做个别性无重要，有个人咸菜感觉毋免麻烦别人，但是亲爱的兄弟，真侪时。 个别性的中间，是互人甲人的感情伫迄个中间来看见迄个好，互人伫迄个中间重新来看见，原来上帝伫我四周围所藏的遮尔济人，是原的好，原的水。你有感觉吗？你有重新会当去感觉到伫你身躯边周围的人的好吗？ 也是咱只有听到、感受到，
人甲人中间的气场。当人的心是石头的心，看这个世界安怎看拢袂顺。就算讲有真好的所在，结果嘛是出现一句，讲加拿大好山好水，后一句嘞，好无聊。啊是啊，咱好山好水佫会好无聊，因为咱伫迄个中间失去咱原来本来应该爱有的方向。好山好水，好奇妙。迄款的奇妙是人生伫即个所在，会当不断向前行，来看见上帝创造小树人迄款无限的愿望。所以出来。咱应该爱咱伫咱的年岁中间听愈济、看愈济，然后享受愈济。总是假使咱行到尾啊，是行愈济、看愈济，然后受束缚愈济，安尼我想失去原来要来到这个所在的动机。亲爱的兄弟，你有感觉吗？你有感觉到上帝有将一寡物件的感动放伫你的心内，互你愿意头前继续来行吗？上帝有互你有迄款的感动，亲像咱通拄仔伫儿童信息内底讲的迄30树啊，抑阁对伊的人生有真侪愿望、真侪的期待，然后感受到上帝你引带我生命所行的道路顶悬，互我一路行。我一路看见你的美妙，检查咱所拄着的，无亲像咱一开始向上帝所祈祷的，是亲爱的兄弟，假使你的心内若有主耶稣，含一个本来是真做神具刑具，要定死人、定犯人的物件，拢会当真做世间的荣耀。假使咱心内若有主耶稣，咱今仔日所看到，咱所拄到，以及咱所艰苦心的，拢有可能真做上帝彰显荣耀伫咱生命中间上介好的。亲爱的兄弟，咱所欠的是什么？咱所欠的是倒来到伫上帝面前，顺探伊的律例。遵行伊的诫命，咱真侪事拢用咱家己的想法，用咱家己的经验来行咱的路。所以以色列甲遮受了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话，以色列百姓听袂入去。因敢若想爱听啥？因想爱听有先知甲因讲，毋免烦恼，足紧咱就要转去到伫耶路撒冷。因为因伫巴比伦心内真受苦。亲爱的兄弟，咱是将咱所爱的向上帝来讨，总是毋是将上帝所予咱的，伫咱的心内感谢。以色列想要甲百姓讲的一个重点，伊要甲遮个百姓讲。假使恁的心若有归向耶和华，恁就亲像一个有牧者的羊，恁行去到哪落，你拢毋免烦恼；你行去到哪落，你拢毋免惊吓；你行去到哪落，人会见笑，要诚做上帝的荣耀。但是你的心爱归向上帝。以西结书11章21节伊讲，总是若遮个苦恶通厌静的人的心的迄号人，迄个心苦恶厌静的心的迄号人，我要照因所行的报应你因的头壳顶。这是耶和华讲。我想伫即个中间，咱定时去提醒咱家己。上帝有赐福，上帝有应允，
总是上帝嘛指示出一条道路。你若是军队遐掩护的事的人，遐报应要到伊的头壳顶。所以伫即个中间，咱需要重新提醒咱家己，顺服伫上帝，撇好降福。咱要伫即个中间重新去找到咱伫人生特别伫后半段所要领受的迄款的种。以西结书有另外一个信息，以西结37章11节，伊讲：看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的灭绝尽尽了。伊即段经在咧讲啥？伊咧讲哦，人啊的圣功已经变做打起的骨头，总是上帝告诉一个口气分落，迄个气通落，这个骨头要安怎？要重新起来，成做有肉的活。这个骨头要起来，重新成做有肉的活。伫迄个中间，上帝通过以西结讲：我的子民啊，我打开你们的坟墓，把你们带出坟墓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过来。告诉今仔日，咱的心受饱，告诉咱的灵受饱，咱要重新伫即个中间恳求上帝，主啊，求你帮助我，带我脱离我所带的幕布，然后带我到一个好个水的所在。愿咱伫即个中间重新去看见，咱生命中间所需要的是什么？无论咱的境遇如何，无论咱的胆如何，无论咱的目屎如何，无论咱的期待如何，无论咱伫咱生命中间所经历过无法度透放的限制如何，总是伫即个中间，愿主上帝赏赐咱，互咱伫即个中间有主耶稣，就互咱人生亲像迄三丛树啊，成做上帝的果啊。咱三个来读。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当阮伫你的面前恳求，求你赏赐阮有新的灵，求你赏赐阮有活的心，求你互阮毋通只有陷落伫阮人甲人之间的纷争，总是帮助阮重新活起来，看见上帝你所赏赐创造的恩典甲力量。主，阮伫即个中间恳求你，求你改变阮的心情，求你互阮无过只是通过阮耳孔四周围所听见负面的话、消极的话，互人艰苦心的话，就互阮的目睭前所行的路失去阮一切的美好。恳求你，互阮有智慧，通分辨，这话语假使若是出于你，愿这的物件，这的重担，这的目屎，诚做你行伫阮生命中间的荣耀。主，阮恳求你，互阮伫即个中间，通过阮信仰顶悬的学习甲训练，互阮重新来看见阮人生要行向另外一个层次的改造。阮恳求你，互阮不只是迄个需要受拯救的人，求你也互阮通载着主耶稣伫阮的生命中间，来分享上帝话命的话，伫阮四周围的事情。主，求你使用阮，互阮伫所看见的路顶悬，看见阮的角色，看见阮所要诚侪的气味，
困着你，互阮的心通透开，摒通所有一切，互阮压杂的，互阮艰苦心的，总是要有领受你所赏赐阮新的灵，阮就对幕布内底定心活起来。主愿你伫阮的中间做大，愿你伫阮心内重新起造你所徛在所大的殿。安尼祈祷，感恩，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